好，大家好，我係華星冰室嘅創辦人文迪。自2010年開咗呢個華星冰室咧，我就想推動香港最基本嘅茶餐廳，俾一啲大眾嘅市民或者係推去呢個全世界。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冰室係一個最簡單、即係香港人最容易接觸到嘅嘢。咁所以變咗咧，我就引入咗好多唔同嘅宣傳啊，唔同香港嘅文化、地道啊、黑膠碟啊，好多唔同嘅娛樂嘅宣傳飲食嘅嘢咧，擺喺茶餐廳嗰度。咁自呢個10年前咧，我攞咗一個清真嘅牌廚房咧，去整啲麵包嘅時候咧，我就參與一啲咧少數族裔嘅派麵包啊、派嘢俾難民啊，咁就等佢哋啲少數族裔咧能夠啲難民啊可以得到咧我哋啲清真菠蘿包嘅美食咁樣做法。咁同咧我就會每一年咧都會派唔同嘅玩具啊、唔同嘅嘢咧俾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啊，咁樣就務求咧就要達到社會共融嘅地方。咁其實都做咗好多呢啲唔同嘅公益，我亦都去派啲清真月餅俾啲老人家啊，咁樣等享受啲健康啲嘅清真月餅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咩咧？我將飲食娛樂文化帶埋喺一齊，就係想將80年代一啲娛樂嘅元素擺喺度，咁就唔係淨係單一間餐飲業即係飲食嘅角度。咁所以變咗我做咗呢啲推廣咧，就係想務求等多啲外國、多啲香港多啲全世界各地人知道原來香港嘅飲食文化。咁至於呢個平台嘅寄望就係我想更加就可以推動到個世界，推動到喺香港推動個飲食業咧，令到知道多啲人非物質文化遺產裏邊，譬如奶茶啊、菠蘿包呢啲咁基本嘅美食咧，其實係香港誘發出去嘅咁樣。所以我係想藉住呢個角度、呢個平台咧，等人多啲了解到香港飲食業係一個咩最基本、最簡單、最好食。